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有一次咧，我輔導一位學生去揾佢嘅市場定位嘅時候咧，中間因為遇到啲困難啊，咁佢就有少少唔耐煩。佢問我市場定位係咪真係咁重要啊？點解一定要揾到市場定位？冇市場定位得唔得㗎？咁我就答佢啦，唔得。一定要有市場定位。我同佢講，市場定位嘅重要性就同投胎一樣咁重要。你諗下，如果你投胎係一個富豪嘅家庭，你嘅人生應該唔會過得太差啦。你遇到嘅機會亦都會比較多啦。就算你嘅資質係比較平庸啊，你都可以擁有比一般人多好多嘅嘢，係咪？相反地，如果你投胎係一個一窮二白嘅家庭，你必須要非常努力，你先有機會做到少少成績。而如果你選擇躺平嘅話咧，你就更加只會喺底層沉淪。而當你做生意、做市場推廣、選擇市場定位嘅時候咧，就等於為你嘅生意投一次胎。你揀一個市場有需求嘅，消費者願意花錢嘅，一個蓬勃有生機成長嘅市場，你唔需要經營得非常之出色，都可以賺到一啲錢嘅。相反地，如果你揀一個需求疲弱、消費意願低下、夕陽下降緊嘅市場，你再努力、再絞盡腦汁，你都唔會有好大成就。但更加慘嘅係咧，只要你稍為唔努力，你嘅生意可能已經做唔住。簡單啲講，投胎同埋市場定位決定咗你嘅下限。投啱胎揀啱市場咧，你輸極有個限度。相反地，如果你投錯胎揀錯市場嘅話咧，你贏極亦都有個限度。咁點解市場定位會決定咗我哋生意嘅成敗呢？第一個最重要嘅因素係競爭。大家應該都聽過紅海市場同埋藍海市場㗎啦。紅海市場就係一啲過度競爭，市場參與者互相廝殺，血流成河，價格競爭成為主要競爭手段嘅市場，導致呢個市場嘅參與者咧利潤減少，大家都只係踩住鋼線過得一日得一日。只要成本稍為上漲少少，又或者市場稍為有啲風吹草動咧，呢盤生意已經會變得無利可圖，甚至乎直接滅亡。藍海市場咧就係一啲廣闊浩瀚、競爭細嘅市場，喺呢啲市場做生意咧，你會好舒服嘅，賺嘅錢亦都多。關鍵係你要揾到一個小競爭者嘅市場。咁點樣可以揾到呢個市場呢？最常見嘅做法就係將市場不斷切割。當你切割得越精細，競爭就會越細。大家一定試過用 OpenRice 去揾餐廳㗎啦。如果你揾尖沙咀嘅餐廳，你會有大量嘅選擇。但如果你收窄少少範圍，你揾尖沙咀嘅日式餐廳呢，咁你嘅選擇會少咗。如果你再收窄，揀尖沙咀日式餐廳裏面嘅爐端燒，甚至乎再增加埋環境條件啊、消費條件啊等等，你嘅選擇就會越來越少。而站喺餐廳嘅角度講咧，代表佢嘅競爭亦都越嚟越少喎。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，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。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，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。關於市場定位減少競爭咧，有一個例子我好中意引用嘅，就係已經離世嘅倪匡先生啊。倪匡係一個小說家啦。小說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品類，當然競爭非常之大啦。咁喺眾多嘅小說裏邊咧，一開始倪匡係寫武俠小說嘅，但原來武俠小說嘅競爭咧都非常之大，因為同佢同時代嘅咧有金庸同古龍兩位大師級小說家，所以後來佢就轉戰去另一個市場寫科幻小說。而科幻小說裏面咧，佢用專門寫外星人呢個題材，喺嗰個年代呢種小說絕無僅有，佢就成為咗呢個市場上面嘅唯一。而當你成為咗唯一之後咧，順理成章你都係第一，因為根本冇其他人啊嘛。咁佢就由一個紅海市場轉型咗去藍海市場啦。呢種市場定位思維咧，其實唔單止喺我哋做生意上面有用嘅，喺我哋人生各個方面咧都用得着嘅。例如你想幫細路仔報興趣班，撇除佢嘅個人興趣呢個部分，如果你想佢喺呢門興趣上面快速獲得一啲成功感，例如可以攞到獎啦，入到學校嘅代表隊啦，一定係揀一啲非主流嘅項目。音樂如果你揀鋼琴咧，好大競爭嘅。運動如果揀足球、籃球咧，又係好大競爭。你要攞獎要入校隊非常困難。所以請大家記住，定位嘅首要目的係減少競爭，從而降低你要成功嘅難度。市場定位另一個好重要嘅因素，但係都好多人忽略、好少人提及嘅因素咧，就係資源分配。無論你做幾大或者幾細嘅生意，你嘅資源都一定係有限嘅。咁喺有限嘅資源之下，你點樣分配呢啲資源，
你用乜嘢標準、乜嘢原則去分配呢？作出判斷嘅其中一個依據咧，就係你嘅市場定位啦。用翻尖沙咀日本路端燒餐廳嘅例子，你係一間高端食肆，如果今日有一間派傳單嘅公司向你推介佢嘅服務，你覺得你應唔應該同佢合作呢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話唔應該啦。因為喺街頭派傳單對你嘅市場命中率實在太低啦。但如果換轉係喺一啲甲級商業大廈裡面嘅電梯廣告呢，你就可以積極考慮咯。因為佢同你嘅市場定位係匹配嘅。當你有清晰嘅市場定位，你就有清晰嘅取捨判斷標準，你有限嘅資源就會獲得有效嘅分配。我見到好多小型創業者，由於佢哋冇清晰嘅市場定位概念，導致佢哋選擇合作夥伴啊、分銷渠道啊、平台嘅時候呢，都只係憑感覺，甚至乎係來者不拒啊，覺得自己多個合作夥伴冇乜問題啊，但其實並唔係咁噶。雖然佢哋未必牽涉好大嘅金錢成本，但係最緊要嘅係佢大大攤薄咗你嘅時間同埋心力啊。雖然好似好多夥伴、好多渠道，但係冇一個做得好，原因就係你冇一個取捨嘅準則。當你嘅資源越匱乏嘅時候，你就越需要嚴謹地取捨。而市場定位就係你作出判斷、作出取捨嘅重要準則啦。希望大家睇完呢集節目之後咧，都好好規劃一下你哋嘅市場定位啦。如果你哋認為呢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咧，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